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哥，欢迎收看3月16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对着行动不方便的新疆人士来讲，不管看医生还是出国，拢需要我靠富康巴士。不过，毕竟公部门的资源有限，所以民间的热心关键，现阶段台南已经有147台车队要来帮助市民。上有爱心的企业为了回馈故乡，除了关车，佮加码赞助司机的薪水，真正做感谢。这台就是爱心企业董事长为了回馈故乡所捐赠的富康巴士，伫来到桥道的升降设施，竟是当负担300公斤，不管车型或者是加权，拢是顶级的配备。该企业的蔡董事长伫亲人，包括这伯阿姊也是议员蔡秀慧的陪同，亲自出席记者会。伊希望要伫全国22个县市拢要捐赠，来帮助行动不方便的民众。我从去年12月开始捐赠哦，台南市这边算是我公司企业捐的第2步啦。那我未来是希望能够行脚行遍啊，整个全台湾的22个地方县市，因为真正能够落实化我这样做的动作，真正是爱台湾呐，所以我才会想说这个赶快啊，第2步的一个富康巴士要回来家乡这边。那当然本身我的一个堂姐啊，她也都服务乡里啊，也都是非常的一个负责跟认真的一个市议员。所以说我也想说后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话我公司应该都还能够大力的一个支持这个台南市政府，看有任何方面的一个社会方面的一个捐助啦，或者是说帮助啊，我都会乐此不疲吧。董事会中听议员蔡秀慧讲，除了富康巴士的需求迫切，连司机等营运费用拢是一大负担。毛董事长当场佮加码赞助10万块的司机薪水来抛赠引诱，真正足甘心。对此，市长黄伟哲除了代表市民接下这份爱心，嘛回送感谢状，肯定企业的善行。我们知道台南市是老化指数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城市，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南部的县市坦白讲资源比较少，不像北部的县市一样，所以特别需要一些社会福利的帮忙。所以这一部这个可以说是顶级的这个富康巴士，投入了台南市的社会局的阵容，相信可以为许多包括身障啦，包括年纪大的市民朋友做更大的服务。那对于这个驾驶的问题，我相信台南市也会宽筹经费来编列这个驾驶的经费，因为一个驾驶的话，一年大概将近需要50万的经费，我们会这个优先来配置给这个富康巴士的这个驾驶，因为有了驾驶，有了人，有了车，才能够服务我们的年长者以及身障者，让他们的这个视野，让他们的行动范围，以及让他们这个获取社会资源的范围能够更广。据了解，台南市的富康巴士一个月的服务超过48000多人次，显示该服务对市民的重要性。目前总共147台，小局感谢各界资源持续投入，共同为新疆服务来努力。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全球嘛，造成消毒防疫物资欠缺。为了响应全民防疫，有一名无愿意透露名字的善心人士，将捐赠500罐50亩的消毒酒精，想开始委托议员李启伟服务处发送，民众若需要会当免费去摕，送完为止。市议员李启伟表示，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台湾因为防疫工作提前准备，将疫情伤害降到上低，如此嘛得到国际上的肯定。但是嘛袂使大意，因为上歹的状况还未来到。为了协助政府防疫，议员服务处特别准备了500罐的消毒酒精，要来送给市民。这个专家也有讲到这个最坏的情况都还没有过去所以服务处提供的这50毫升的消毒酒精喷雾方便随身携带有利于防疫因为勤洗手或酒精消毒这也是专家讲的上盖基本嘛上盖5号防疫的一个方法之一啦
除了这个赠送这个可以随身携带的酒精品之外这 K 位我拿来在厝感谢我拿标旗这个健护跟医护人员不辞辛劳在第一线为防疫的努力这 K 位安尼嘛表示上大的一个敬意。酒精赠送活动自即马开始就会使前往议员李启伟安平服务处领取，但因为数量有限，有需求的民众就要趁早去领。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最近盛大规模和乐广场是属于温和新转都市计划一部分，虽然包括日前通车的新林安桥甲金华桥，但议员洪玉峰最近发现周边新开辟道路已经有本色乱弹甲生杂草状况，要求相关单位做好管理。位伫温和周边的温和青泉区是属于温和青泉都市计划的一部分，其中也包括公园甲商业区等等。虽然日前盛大来通车启用，但是最近议员洪玉峰发现，当地出现了粪扫乱弹甲杂草乌白生的状况。伫伊的询问之下，才发现当地亲像三不管的地带。对此，也予伊特别邀集相关单位，希望会使确定清楚当地是属于倒一个单位来管理。是啊，那遮水的所在，较会变做规个拢是粪扫安尼啦吼，粪扫一个变做一个小型的粪扫场，安尼咱就感觉非常的无彩。所以我那天打了几通电话。我问了地政局，然后问了公务局，问了区公所，好像找不住赶快。那我知道这个工程原来是营建署做的，那不晓得是目前已经完工启用的运河新传，到底现在是归谁管？对此，地政局副局长表示，这个所在目前是由着地政局每礼拜安排人员去检查，同时对这礼拜开始，干务局也会加派人员共同来协助。那不管是营建署代办工程，还是市政府地政局办的工程，那其实在接管之前那市政府地政局就有责任跟这个义务来负责这边的维护了当然这边也谢谢议座的关心跟监督了那其实我们是固定有派同僚是厂商在巡检，那有可能是巡检之后，这个时间那个久中搁造成人欠粪扫。无注意到所以偌久去巡一届，到一个月巡一届。阮通常是一个礼拜有可能有点长了，是有点长所以刚刚议座讲说，议座关心之后，其实不止我们，包括地政与交通委，大家都动起来所以其实这边大概我们这边也要再催营建署了因为工程既然已经验收完了那可能赶快就办个接管。那接管之前，其实这边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巡查另外也要感谢公务局在允诺从这个礼拜开始，他要协助我们来负责这边的环境卫生另外这边也借这个机会可能呼吁一下营建所在的小咱议座讲，这是中西区一个新的亮点那未来这边的发展是可期那可能也拜托我们这边附近的民众跟居民来家佚佗，来家行巡拜托环境也帮我们维持一下。虽然有好的环境，但是平常时也需要民众共同来维护。对此，市府也希望市民朋友莫乌白将粪扫等伫遮，发挥公德心，共同来维护这优质的环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于南区的南联高中最近进行旧校舍的拆除当中，发现旧屋板顶面阁留有33张前地理性的字迹，相当意外。所以南联高中透过议员刘月英召开记者会，希望找回当初的地理性，完成拆屋板的主要任务。伫1960年就成立的南联高中，现在因为校舍老旧，加上顶一届2006大地震的影响，互校方决定要来建设全新的校舍。现在校舍已经完工，对此要将旧的校舍来拆除，但是伫过程当中却发现，伫教室内面旧屋板顶面留有民国72年地理生的名蔡云平甲蔡如芬，因为非常具有意义，所以校长也希望会使找到这两位学生，转来到学校向旧的校舍烧时，但因为校舍将要伫3月底开始拆除。所以校长也希望这两位毕业生会使赶紧来出现。这2位值日生的话，我们之前曾经透过把照片po到社群上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回应。不过眼看拆除的时间快到了，还是没有相关的讯息进来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因为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纪念册的一个整个收藏因为经历过几次的一个包括说储存位置的一个搬迁然后有部分的一个毕业纪念册它可能被打包起来，但是还没有办法说去把它找出来去翻阅。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因为时间上的压力，好，在我们校舍拆除，如果速度快的话，应该会在月底之前就开始围起围篱并拆除，好，所以在时间的压力之上，没办法说一个一个去翻阅，一个一个去访查，好，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体的方式，好，希望可以很快的找到职生回学校，好，来完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为了加强宣传，市议员吕维颖也帮忙召开记者会，希望透过媒体的力量，让更较侪人来共同找这两位毕业生。我们在这边跟我们这个南宁中学的苏校长，还有我们的林会长，我们共同的向大会还有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征求这2位同学相关的下落跟线索。那希望这2位同学能够回到这个母校来看看母校新的样子。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很慎重的拜托，要这2位同学完成当日值日生的任务，把黑板的这个名字都可以擦干净。所以我们在这边召开这个记者会，来呼吁如果有相关的线索，也可以跟我们学校联络。校方表示，旧的校舍是属于南宁人的共同回忆。3月初的时阵，也有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校长也呼吁，如果有熟悉这2位毕业生的民众，嘛会使赶紧来联络校方。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这个新闻节目马上带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中华民国飞盘协会为了推广飞盘运动，今年所举办的全国国小飞盘比赛在选伫咱和顺国小顶场。这摆比赛除了有5对5的争夺赛，也有一项勇气赛，为学生展现团队精神加技术勇气。自从2009年高雄世运会后，飞盘运动开始伫各大专院校、各高中学校快速发展。现在有愈来愈侪人投入这项运动。中华民国飞盘协会为了发掘培养基层人才，为去年开始举办全国国小飞盘比赛。今年赛事嘛特别选到台南市来举办。协会理事长彭俊成表示，飞盘是一项真好的运动。这个优点，第一个，它有运动家精神，它这个绝对不能碰触。而且第二个，因为它是国小制，所以比较不会喊自己有没有犯规。所以在世界杯的话，他们是一个没有裁判的地方。他们只有指导员，所以指导员就是2造的，要是有争执的话，他们会先2造先做协调，协调不行才指导员再进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君子的一个活动。协办单位和顺国小校长柯喜慧表示，学校目前已经将飞盘运动融入体育课程当中，嘛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和和顺国小学生学习到更多经验。和顺国小目前我们的飞盘课程呢是融入了体育课里面，1到6年级的孩子呢都必须要来上这个课程。那这次呢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协办这次的飞盘比赛，我相信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学校对于这个飞盘运动应该能够吸取更多的经验。飞盘争夺赛是一种类似橄榄球的比赛，但是禁止有任何身体接触。是一项非常需要自律以及团队合作的运动。飞盘有很多种丢法，然后可以有团队合作，可以增加彼此的默契。飞盘争夺赛是一个需要高度默契的一个运动。那孩子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之外呢，其实他更需要去同理队友的立场，配合队友的能力，然后才能发挥呢团队最大的战力。协会这次还邀请中华代表队来到台南进行交流表演，并有5只优秀选手将会代表台湾前往荷兰参加世界锦标赛。
国家代表队也将前往荷兰参加世界杯的飞盘锦标赛，而且这次由台湾派出了一支的女子队伍去挑战世界的男子组的一个选手。那主要的在凸显我们台湾女性的一个韧性。最重要一点是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社会，我们希望在一个两性平权的情况下，女性应该也可以站在任何的舞台上面去展现这个飞盘运动的精神。比赛结果出炉，争夺赛第1名由台北市古亭国小得到，第2名是台南市和顺国小，第3名则是屏东县玉田国小。勇气赛第1名屏东县玉田国小 B 队，第2名屏东县玉田国小 A 队，第3名台北市古亭国小。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市府文化局对2021年开始出版《美印台南的双月刊》，今年以后迈向第50期嘛，特别改版。以后每一期需要请作家甲知名的人物来分享伫 FB 甲 IG 等平台，让更较侪人看到有图有文章的台南风景。市府文化局对2021年开始出版《美印台南双月刊》。以着台南文化、甲创新以及深度的地方美学为主，介绍了台南的师傅甲巷弄的故事等内容。今年也迈入第10档，迎接第50期。文化局就是希望透过安尼无亲像公家单位所制作的出版品，互民众看到无同的台南。美印台南是台南市一本非常受到喜爱的一本杂志，2011年开始发行。当时候就希望做一本让大家认为说不像公部门的杂志的一本杂志。那其实今天发刊第50期，那其实已经这一版出版多年哦，所以收获很多的人的喜爱。所以目前在成品啊等等各地的这些艺文空间，其实都可以看到美印台南的这一本杂志。那透过我们不同的一个角度来介绍这个台南市的美好，让很多的朋友可以知道，不只是要了解台南市美食的好吃，也了解说它的产地在哪里，从产地到餐桌，包括台南市有各行各业的这些职人，他们如何来投入这一个城市的一个文化。那这些职人都是长期以来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贡献非常的多，但是一般他们都是属于无名的英雄，但是透过这一本杂志，让大家可以看见他们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所以美印台南这一本杂志其实是报道了台南市很多大家所比较少见到的这些人事物，包括一些所谓的文创等等，让大家透过不同的角度，能够更深入的认识台南这一个城市。这期开始也推出全新的内容，来美印做客。邀请知名的作家王浩一甲刘克襄伫 IG 顶面分享因对台南的看法。作为一个文化杂志或作为政府刊物来讲，这样的坚持、这样的持续性，它正好呼应了台南这座城市、这一片海洋跟这一片山区这样的山老的特色，非常不只是羡慕妒忌，还有一种是要带来一种欣喜，恭贺美印台南这。走到现在50期，希望有一天，我不是只有50期只写一篇，真的是，我可以稿费少算一点都没关系，让我有一个机会吧。台南呢，还可以再写更多的50期，我们就希望呢，今天的50期呢，它又是一个重新跳起来的。另外一个呢，也让更多的游客们，他们呢知道台南真正的好康的好地方、好玩的，然后在哪边。对今年开始，文化局也开放美印台南的订阅服务。一年6期只需要96块，就会使透过文章来更加熟悉台南。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上网来查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面对武汉肺炎威胁，除了催安热门，杀菌用的酒精嘛真热销。对此，感业大学特别向民众展示其他杀菌的配方。希望让民众会当家己动手来调配，强调有同款的效果，谈好选择。因为武汉肺炎的威胁，除了让口罩被抢买了以外，消毒用的酒精也成为民众抢买的目标之一。对此，药理专长的嘉南药理大学也特别利用因的专业，教导民众运用较好买到的二氧化氯来制作成为抗菌液，要让民众有无同的选择。这个消毒杀菌剂呢，它的功效是比酒精还要好一些。它的主成分是二氧化氯啊，一般来说，可能各位在认真一点，在网络有一些，现在有看到有一些卖场已经有了哈。
那这个药呢，大家不用疑虑，因为你比较少听到，它跟漂白水是同一系列产品，可是它是联合国卫生组织以及农粮组织认定的这个 A1 级的消毒杀菌剂哈。然后它的好处是，它在配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的哈。各位只要在家里面拿一个1公升的瓶子，然后把药剂倒进去，然后稍微摇晃。然后理论上是25度的时候，我们要4个小时。可是如果大家嫌麻烦的话，你就把它在家隔夜就可以了哈。然后稀释20倍，那20倍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呢，没关系，你再随便去大卖场买一个喷雾器，看看那个喷雾器的容量是多少。假设它是我们今天有看到的是360，那你把360除上20，就是你要倒的这个药剂的分量。倒进去之后，稍微稀释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使用。这个抗菌液会使使用伫厝内环境的消毒，同时作用的速度也真紧，是替代酒精的好选择。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喷喷把手门把，也可以喷喷电梯的按钮这一些它的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作用速度很快它在1分钟之内就可以消毒杀菌达到95%通常酒精没有那么高。所以它很快速。第二个，它没有残留性，各位不用担心，它的残留性非常非常的低的再来，它价格比较便宜，价格比较便宜。那大家不用到化工原料行、到药局去排队买，现在酒精是非常难买的那这一个的话呢，它相对比较好买，也相对比较简易。同时，嘉南药理大学也透过生活化的方式。教导民众如何将95%的酒精套保成为75%，提供生活来使用。在我们家中我们如果平常普通人的话，我们不会算到这么专业的算式，所以我们可以用4:1的方式下去做配置，就像是我们拿一个米杯，那我米杯装4杯的酒精，倒进去之后再装1杯的水，这样我们也可以配成75% 的酒精。那我们在家中建议就是用 RO 水或是煮沸过的水来下去做配置。如果用自来水的话，因为自来水里面有很多杂质，就比较不建议使用。也因为嘉南药理大学现在已经延后来开学，为了让学生安心，校方也将会伫开学之前，将对整个校园做消毒相关的处理。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下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晴分天气，温度19度到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3月16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